好，过关。好，谢谢。来，这里有。别人他们俩在场的。拢全心全力来做伙来爱保签哦，爱这个母语的活动，我就感觉台湾哦未来吼，真正是充满足侪希望。咱中华台语文创园区呢，是咱全台湾第一个台语的园区。咱周前县长推广台语文化已经20几年，台语园区是周前县长长久以来的主张。经过遮侪时间的拍拼，咱今仔日较有即个周年庆的活动，咱是毋是互咱周县长搁姚主席一个热烈的鼓掌声，感谢因对台语文化的贡献。语言是一个族群的文化感情和历史，是毋是会当继续留落来，最重要的一个工具。若语言消失以后，文化就会消失去。所以讲。语言要来普遍的使用，咱的文化才会当愈丰富，搁愈活泼。咱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社会，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咱的祖先伫无同的时阵来到这个土地，落地，来成军。所以讲吼，每一个族群呢，拢带来无同的文化和想法，所以咱这个土地的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活跃。所以讲，咱对每一个族群，每一个语言，拢爱有好好来保障和发展。我头仔已经讲过，咱即马民进党是一个足重视本土教育，强调台湾主题性的一个政党。在遐的时阵，大家就来挑战着国民党单一文化霸权的族群压迫。到执政以后，就来推动即个母语的教育，教科书的本土化。搁设立着咱的客家含即个原住民的电视台，搁成立咱台湾的文化馆。所以讲，咱透过真济努力，就是根本上要来改变着台湾族群的文化。尤其咱蔡总统就任以来，就直接在强调和解、包容，含迄个尊重多元的即个重要性，就坚持所有的族群的语言拢爱有平等的地位。伫去年。伫文化部、教育部合咱立法院党团的立法委员的颁赞之下，通过了国家语言的发展法，来确立着讲每一个族群的母语拢是国家的语言，所以讲，互每一个人拢会为家己的母语来感觉真公平。所以讲，伫遮咱是毋是应该爱护咱的教育部部长、咱的文化部的主秘，搁咱立法院的即个黄委员和洪委员。多谢因，互咱有一个真好的国家语言的即个发展法，好无？咱来互因一个真大的鼓掌，感谢因，有因，咱每一个人的母语会当真好的发展。当然，为着维护着咱台湾的多元的文化，咱嘛有需要发展着每一个族群的母语，尤其台语，就应该爱愈来拍拼。咱即摆讲台语的人愈来愈少吼，若讲会晓讲嘛，讲袂认真，像我相像吼，台语讲真歹，就爱来遮吼加学习，所以讲若有机会，咱一定爱咱的母亲来讲母语，大家讲好唔好？好，而且多谢大家，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而且在场的所有的母亲，大家拢母亲节快乐！多谢大家，多谢。多谢。关心咱。台语发展的所有好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仔日足透早吼，嘛无讲足早，但是足早就行到遮。咱就遮讲一句话啦，你若来2点钟吼，后边还佫来补一工啦。迄个意思就是讲，咱这个台语文创意园区成立这1年来，其实甲顶边伫周边的时我到的时阵，我感觉进步足侪，迄个内容嘛足丰富的吼。所以讲，你无看今仔日足侪爸爸妈妈带迄个足细汉婴仔来吼，
迄4岁咱就要甲考长颈鹿要安怎讲啦吼。其实这是就是咱讲的，要推扫咱台语文，本来就爱伫自细汉咱囡仔的所在啊，有这个机会，互因来学习，嘛互伊知影咱台语文啊，是咱台湾啊，这个母亲内底一定爱长长久久啊，甲传承落去的一个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吼。所以讲伫这个台语文园区啊创立以来，我感觉足感谢哦，咱彰化县政府哦，伫咱为县长开始啦吼，拢到即马拢是继续来同齐拍拼，中央部会嘛是应该来共同的努力，尤其咱即马伫这个基础之下，其实我感觉台语园区啊有一个足大的意义。哦，咱大家讲重视啊，但是这袂使留喺嘴的啦，哦，应该变做行动。台语文这个园区啊，其实就是用脚伫行，互大家来接受了，你会感觉讲应该就是安尼来学习咱家己的母语。尤其你今仔若听到咱求者因的团队啊，伫唱这个丰富的故乡啊，你会感觉咱台语文是足有意的。嘛感觉足感动的吼，我感觉就是应该互咱细汉囡仔从这个开始。像听一咱当副总统就讲，蔡总统重视咱足侪的法令已经拢甲建立起来，过来就是应该有更较大的行动啊，来互这个推动的这个力量啊更较强。所以讲教育部嘛，甲咱相关的几个部会，大家拢组成一个叫做本国语言这个推动的委员会，就是希望甲足侪会当化为一个行动吼。所以讲伫这个基础之下，咱大家拢应该来共同来拍拼。所以讲，若搁一摆用周姐姐的话来讲，讲台语真欢喜，讲台语我爱你，台语家庭大家欢迎，安尼好无？好周姐姐伊伤过认真啊，我常常拢爱拍电话甲伊讲，爱歇困一下吼。不过咱有较放心啦，边仔有一个特助，伊甲我讲，咱姚志正就是伊最强的特质，所以讲看到这咱的前辈吼，安尼去拍拼，我想感觉咱若讲人今仔看你报地戏，我嘛感觉足感受的吼。台湾的新妇可能伊来自越南，来自印尼，但是讲台语的这个熟练的程度，袂输咱台湾后生台湾查某囝哦。所以讲，咱来继续搁拍拼，好，大家加油，谢谢。多谢贵宾、各位乡亲，大家好。我就卖过以前好啊，头阵咱周前馆长拢介绍哈。今天很荣幸代表王惠美县长来参加我们语言，大家拢知影，伊是文化的灵魂啦吼。语言若无去，我想足侪知识啦吼，甲咱的感情拢袂当真清楚的表达吼。文化部伫过去1年呢因为有足侪人的这个斗相共，特别是董事长甲这个团队的这个经营吼，这个园区有一个足好的进展吼。实际上爱需要所有的这个团队，以及咱这个好朋友吼，甲这个基金会斗帮衬，特别是彰化县政府吼，会当就这个园区的经营这部分呢，会当甲文化部充分的合作文化部会充分的支持吼。真欢喜，其实伫今年初吼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总统发布吼，所以对于咱所有族群所使用语言呢渐渐咱会有足好的这个法令依据甲资源的来陆续来推展吼。伫今年下半年呢文化部嘛已经有协调迄个公共电视吼台语台会用咧开播吼，所以实际上呢咱国家的语言呢用咧因为这国家语言发展法以及像在地吼这搁全国的台语联盟吼，这大家推送，所以我感觉咱的灵魂会慢慢找到转来吼。最后呢，因为后礼拜就是母亲节吼，所以祝所有的这天下的母亲以及咱台湾是咱的母亲吼，有一个足好的这个母亲节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讲台语，我爱你，台语家庭大家欢迎，赞好。